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講起水晶界入面，邊一種被譽為全能霸主、水晶界嘅佛跳牆，相信一定係今日嘅主角紫超七 Purple Super 7。紫超七喺水晶界一直被尊稱為全效神石，佢唔單止顏值極高，裏面閃閃發光嘅礦物就好似將整個星空裝咗入去咁。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呢個全能能量庫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想一次過滿足招財、人緣同埋健康願望嘅朋友，記得準備好筆記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紫超七到底係乜嘢來頭。超七 Super 7又叫做 Melody Stone， 點解叫超七呢？因為佢喺同一塊水晶晶體入面，奇蹟般咁共生咗7種唔同嘅礦物，包括白水晶、紫水晶、茶晶、黃磷鐵礦、針鐵礦、鉛鐵礦同埋金紅石。而紫超七就係以紫水晶為基底，入面包覆住滿滿嘅發絲狀同埋閃片狀礦物。大自然要將7種礦物完美結合喺埋一齊，生長條件極之苛刻，所以佢嘅產量非常稀少。每一粒都係大自然千錘百煉嘅奇蹟。買超七嘅時候，市面上有幾種唔同嘅色調，主要取決於邊種礦物佔多數。第一種係紅超七，入面嘅紅發絲同閃片比較多，主打熱情同埋招桃花、旺人緣。第二種係黑金超七，主要係黑、紅、金色礦物，霸氣外露，招財同辟邪，功效一流。第三種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紫超七。以高貴清透嘅紫水晶為底，紫紅交織，能量最為均衡，主打開智慧、招貴人同埋全面提升運勢。另外仲有一種極品叫做煙花超七，入面嘅礦物呈點狀或者放射狀爆發，好似放煙花咁，極具收藏價值。好多人問超七價格差咁遠，點樣先揀到一條極品紫超七？呢度分享4大等級指標。第一，睇礦物含量，呢個係超七嘅靈魂。入面嘅發絲同閃片要夠多夠密，行內叫滿礦。如果入面空寥寥冇乜嘢睇，咁就失去咗超七嘅意義。第二，睇淨度，呢個係決定顏值嘅生死線。基底嘅紫水晶一定要清透，唔可以灰蒙蒙或者充滿白棉冰裂。清透嘅晶體先可以完美折射出礦物嘅閃光。第三，睇閃爍度，將水晶放喺燈光下輕輕轉動。極品超七入面嘅礦物會散發出耀眼嘅金屬反光，閃閃生輝。第四，睇色澤，紫超七嘅紫底一定要夠鮮豔濃郁，紫得嚟帶有通透感就最完美。講到功效，紫超七可以話係水晶界嘅10項全能，因為佢包含咗7種礦物，所以直接對應人體全部7個脈輪。佢最大嘅功能就係全面提升運勢同埋放大能量。無論你係想招正偏財、旺桃花、招貴人，定係想辟邪保平安，紫超七都可以一次過滿足你。特別係紫水晶基底，可以極大開發你嘅頂輪同眉心輪，幫你開智慧、增強直覺力同埋保持頭腦清醒。仲有一個好特別嘅隱藏玩法，超七本身就係一個超級放大器。如果你將佢同其他水晶一齊戴，佢可以將其他水晶嘅能量以倍數放大。佩戴方面毫無懸念，強烈建議戴喺左手。根據水晶左入右出嘅氣場理論，戴左手可以將紫超七強大而全面嘅正能量源源不絕咁吸收入身體，幫你打通全身脈輪，調整自身磁場。無論你係去見大客、考試定係處理複雜嘅人際關係，戴喺左手都可以幫你全方位 hold 住全場，做嘢得心應手。保養消磁方面，雖然坊間有傳言話超七能量太強唔使消磁，但其實任何水晶幫你擋煞或者吸收咗負能量之後，都係需要淨化休息嘅。不過要留意一個極大禁忌，因為紫超七有紫水晶成分，所以超級怕太陽，強烈嘅紫外線會令佢靚靚嘅紫色變淡褪色。最強烈建議用白水晶束、紫水晶洞放一晚溫和淨化，或者利用柔和嘅月光浴去幫佢充電。平時沖涼、浸溫泉或者噴香水嗰陣，記得一定要除低。總括嚟講，紫超七係一款結合咗頂級觀賞價值同埋全方位強大功效嘅終極神石。佢就好似一個隨身攜帶嘅超級能量包，時刻為你注入滿滿嘅動力同好運。大家去揀嘅時候，放慢腳步，慢慢轉動，揀一粒礦物最滿、最閃亮嘅紫超七啦。多謝收睇，對紫超七有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撳個 like， 分享俾想全方位行好運嘅朋友，仲要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呀。我哋下集見，拜拜。